要用的。你若唔为阿公，无嘛为着我，搁再掂落去好？为你，为老爷。是阿公要赶你走，要哪能想什么？你讲啊，想为什么？小红，你讲啊！为着小环甲伊来用外合面子，在兴起阿爹，所以非吵不可。阿姐，你讲这句话有啥物证据？伊甲小环是亲兄弟，这是上盖好的证据啊！无可能，小芳毋是这种人，是阿姐你诬赖伊的。哪样？我是你的阿姐，你无相信我的话，颠倒你相信小芳啊！小芳，你袂用走，你若做你走，安尼敢毋是证明事实，承认你家己？对。你袂用走？阿公，你袂相信阿姐的话吼？小芳若要嫌弃，这10年来机会太多，何必着等到今仔日？小环是小环，小芳是小芳，其实。因两个兄弟，若真是联手要来害我却真愿意伤在因兄弟的手头。毋免我这世人内心的苦情。
伊的父亲林凤斌，是我正气堂所有弟子之中，最好的一个，也是我杜宪清最疼爱的一个人。我有意将昆仑道灭来传给伊，互伊继承正气堂。也就是因为安尼，行伫袂少人的嫉妒，所以才会发生不良之事。现在我看到你，就亲像看到你的老爸共一款，也希望你的武功亲像你的老爸遐尼快，像我。唔知当达成，小虎，你若是要走，我老大了，我个半句话通留你，也毋过，你若是走了后。我一世人伤心。小华，不过你要讲，伤心一世人心。不过我。阿爹的意思是要从阿英啦，来要配合这小芳啦，将昆仑道法传开，将来继承正气道。想袂到，阿爹哪会遮疼小芳？哼，咱两兄弟是伊亲生的囝呢，较输搁一个外人啦。老婆，你是中主呢，你来拍算哦？要拍算啥个？你敢是将阿英来必配到中义山庄的小庄主纪家良啊？互因较早去成亲啊！阿爹若唔答应，我要有啥物办法？阿英是你的查某囝啦，你当然有法来权利来决定啊！查某囝是我的，毋过是阿爹的孙啊，我一点仔办法嘛无。哦，那安尼你答应纪家良的代志是要安怎？二位前辈，纪公主，但问我纪家良什么代志是？纪公主，你当时来？在下是听讲林小媛离厝兴起大爷爷，而且佫拍伤了阿英小姐，所以特别要来探望阿英小姐的伤。多谢你，我希望你赶紧去看阿英。多谢纪公主，阿英只是受一点仔皮肉之伤，想望少庄主你遮尔啊关心，实在唔敢当。阿英小姐实在太客气。阿英小姐真可爱，叫我怎能不关怀？虽是上世无代碍，得地探望也应该。公主的的老
对对，文明江湖数十年的正气堂，确实是高手混迹。也毋过，顶一天却互一个无名的小卒，将杜爷爷的掌上明珠，甲伊拍伤。唉，实在使人真毋敢相信啊！你是伫咧笑我？毋敢。雅英小姐，你是受杜爷爷亲身传授昆仑刀法，却去互一个无名的小卒甲你拍着伤，在下是咧替你不平。四季，你若是搁再敢踢笑我，就毋通怪我杜雅英对你无客气。雅英小姐，千万毋通生气啊！这刀剑是无生目睭的哦。你若咧起骹动手，万一若去互知影甲你拍伤，就毋好啊！你讨厌啊！你安尼是伫咧创啥呢？是阮兜呢，是真实的哦。人拢一直咧找你，拢找袂着，想会到尾哦，会当找着你。你是奉正纪堂的命令要来找我？我正纪堂伊有啥物资格命令我？敢讲毋是？哎呀，小环，你莫安尼疑心疑鬼好毋啦？人是是安怎？你看你啦，一个目睭安尼青影粼粼共看，敢会是人甲你有啥物亲属大分共款？我来恁兜，你若袂晓叫我坐吼？李小姐，现在找一个坐呀。多谢你。小环，你同学爷到底是甲你有啥物亲像大分啦？怎会真是？那安尼，并准是？教我惨受着不吉之厄，被因逼到坠落去悬崖，你甲浑身碎骨。这是有这代志哦？问讲你毋相信是？毋是啦，我是讲你伊什么意就想要替你老爸过完仇，是安怎？恁迄个阿爷面相好，伊哪会？莫讲了了，大门接大讲。那安尼嘛，毋免遐尔啊激动。小环，来啦，咱来接坐啦，来。小环，你敢有想讲要交我这个朋友？交朋友？是啊，你为什么要交我做朋友？因为我欣赏你啊。你不但身手不凡。而且，你阁有超人的胆识甲勇气。顶一摆杜老爷伫做生意迄一摆啊，你而且吼，家己安尼单冲一起迄个所在，我感觉你足傲的。敢讲你毋惊我这个充满着身份的危险人物？
我才唔惊咧。你唔通袂记哩哦，我是忠义山庄的大小姐。你大小姐，有咧。阿娘，害你甲陆玉结为知己。陆玉苦劝我暂时就要离开这个所在，远离正气动。日子若是久，我自然就会袂记你以前的份。娘，害你不好，将来等待害你心情若是较平静的时阵，我一定会甲陆玉回乡来奉台老年妾下，不好你小还败。小环，总算要红颜知己啊！姐啊，阿亮啊，哈，小环叫人摕买转来呢。安尼啊？安尼也好啦。我希望小环吼走愈远愈好，毋免互我妹恁吼伫咧替担心。担心？你是讲？小环哦，去行刺阮师父已经2摆了。阮师父虽然袂甲伊怨恨，也毋过互人上担心的，就是阮二师兄啦。迄个杜林武，还阁有吼强梁师遐兄弟啊，每次咧做代志，就是诡计多端，艰险无比。林小环非敌不可，郑小芳也同款，无毋对，因两兄弟拢爱甲除掉，才会当永绝后患。哦，恁两兄弟有啥物妙计啊？一个一个杀啊！恐惊的阁无遐尼简单哦。师兄，咱会用个借刀杀人啊！借刀杀人，什么人有法度来对付因两兄弟啊？梁家兄弟，哦，无毋对，因两兄弟的刀法厉害，而且搁再得到师傅的真传，心雄手热，生性好杀。因两兄弟若是肯出马者，要除掉凌小环甲凌小凤，都易如反掌。梁家兄弟，梁文好，梁文霸，无代无志，是来遮要创啥？